来看南韩国内头一只自然有新出世的鸟禽福宝，昨午伫爱宝乐园是最后一天甲民众见面。因为按照规定福宝爱伫4岁进前送回去中国，佮再来生产后一代，所以昨午有真侪人排队排超过6点钟，就为着要看福宝伫韩国的最后一面。 福宝唔知今仔日是最后一天上班，伫真侪游客面头前大喙客滴啊，外口还佫较侪人咧等要一摆甲伊讲珍重再见。告示牌已经显示等的时间差不多还佫有280分，接放时间甚至还佫等400分钟。啊，毋过游客依然真热情。 아침에 새벽 5시 반부터 와서 기다렸고 이제 가면은 언제 볼지 모르니까 아쉬워서 왔어요. 到第三星集团所属的爱宝乐园的福宝，2019年7月20出世，是南韩国内第一只自然受孕的鸟禽。根据中韩之间签订的相关保护协议，海外出世的鸟禽按伫4年内登中国，所以为3月初4开始，福宝会隔离1个月，确定伊健康、检疫管理，随去会进行医生人的适应训练。 이제는 이곳에서 푸바오를 볼 수가 없겠구나. 푸바오가 올랐던 나무들, 푸바오가 앉았던 벤치나 어떤 침상, 그리고 푸바오가 타고 다니던 어떤 플레이봉, 그리고 푸바오를 위해서 심어주었던 유채꽃, 이런 것들을 푸바오가 못 본다고 생각을 하니까. 福宝是中国鸟禽外交的延伸。福宝的爸母乐宝甲爱宝2016年为四川送去南韩。福宝出世了后，就受到大家喜爱，称作超级动物名称。根据爱宝乐园的统计，为2021年1月初4，福宝开始甲大家见面，到即马起因550万人次。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。